乡亲啊，地牛翻身，花莲一早起地动摇22届，为透早6点52分发生规模5.2的地动了后，一直到早起的10点37分，总共是摇20外届。气象局讲，未来一礼拜可能要有余震，无排除这个规模会达到5。监视器翕到花莲地动的画面，有物件一直落落来，因为早起6点52分发生地动，后来伊佫震差不多20摆。大田府的厝顶嘛，因为地动阿摩托角落落来了后，弄破一空，好信众就惊。不敢动啊，换咧。庙方人员赶紧爬起，将这阿摩托角提走，避免佫有人受伤。落来建材围起这个所在是花莲光复街一间天价的服装店，这间已经是危险的建筑物，因为地震关系2楼围墙啊，全个倒落去。另外，外面193县道发生崩石头，路面出现真长的笔顺，警方甲船长做伙将这个大粒石头甲刷离开。这摆地动震央伫花莲的吉安乡6点52分，规模达到5.2，到早起10点37分为止。上少有25摆，地动遮济，有人已经惯死啊。感觉到几个地震了？不知道了，没超过10个。这种地震对我们来讲是稀松平常啊。不过气象局讲，这地地动确实真罕见。第一个多，第二个还分批啊。我们估计余震持续1个礼拜，甚至1个礼拜以上哈。那也不排除这个余震还会到达规模5.0哈。透早就遮济地动，好未少人惊甲精神。花莲消防局表示讲，会继续监控各地敢有灾情。